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号验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这个做关不了，介绍一直起后一批起价将可能是做胖做扁关不了，亲像是北大已经起超过4成咯。有国民党的机关指控林志坚学术论文涉嫌抄德科管理局的计划报告书，爱林志坚退选，林志坚强调会提过来证明清白。7月7日，美国国庆都由庆都开始，伫咧芝加哥就发生枪杀案，上报有6个人死亡，会场也传出枪声，有2个警察受伤。讲到这国际原物料的介绍一直咧起价，进前美食大卖场卫生纸也有起价，有人伫咧推测讲，这后一批起价，才有可能就是做胖做扁的原物料。也因为这款物件拢爱靠进口，而且外国咧是受到疫情影响，当咧欠工搁欠料，亲像北大已经起超过4成咯。针对着民生用品起价部分，经济部表示会特别注意。早顿电力站吐司是民生必需品之一，业者讲最近受疫情甲原物料一直起价影响压力真大，逐工都会受另外真大压力无唔敢生产伤过济，虽然成本一直起，毋过各惊起价影响消费意愿，目前暂时无计划要起价。目前就先暂缓，也没有想要涨价，因为毕竟什么都在接涨，我们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增加我们营业的收入这样。特别是高饼商业同业工会表示，主要原料大部分是进口，疫情了后国外欠工欠料，又加国起最近业者拢面临真大的原物料起价压力。其中进口北大起上济超过4成，牛奶粉、克里姆也起超过20%。米粉是受俄乌战争影响，继续压低原点。工会表示，30年来毋捌起这么济，而且目前国外厂商的报价，今年到月了后可能会阁起。就是很直接啊。你油电双涨就带动所有的物资啊！1000块买不到什么东西，太贵了。所有东西，包括那卫生纸啊、油啊，都涨价。国际原料的上涨还有饲料的成本，那另外还有运费，所以跟这一些有关系，所以有一些这个压力。那不过这一些跟我们这一次的电价的上涨其实是没有关系。经济部强调，针对最近牛奶、卫生纸这民生用品要起价，会甲业者继续沟通。根据了解，起价是甲国际原物料起价有关系，对民生物资继续波动会密切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台电7月要针对着用电用真少的这企业起电钱，中油也要起这电业用户天然气计数起5%，民生甲工业到9月底进前暂时未来起价。不过中油董事长表示，若到年底拢无起价，中油今年可能爱了2000亿。就学者认为讲，这个年底选举过后，烦恼这汽油甲电钱拢会做回来起价。从炼油方面来补足，但是中油还是赔钱的哈。是赔很多。中油了钱一直扩大，董事长李顺钦表示，今年顶半年已经了555亿，总共了钱已经付843亿，有过全年了钱恐惊超过2000亿。为反映燃料成本，7月7日开始，电业用户起5%，有过了钱应减少76亿。我今年天然气的亏损已经来到937亿，我的成本大概是要20块9毛2。目前为止，也就是说，我对电业打8折多，我对民生工业打4折在卖。李顺钦强调，天然气为1809年12月到即马已经年半无起，为照顾民生，一直到9月底也暂时未起价。另外，未来是毋是起民生甲工业用户，也看物价甲国际燃料计数。学者预测，国际燃油计数到今年底进前，恐惊也无法度落价，烦恼产后明年恐惊面临油电双起。可能到2035年以后，禁用这个燃油的那个车子，但供给是在2021就开始减少，所以这个供过于求的情况不会发生，事实上可能会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之下，显货油电双涨，我想是很难避免的。为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今年3月到期，差不多10%的缺口。中油表示，目前转买卡达美国新气源来补足，无受影响。另外，转买东欧天然气来代替俄罗斯天然气的想法，中油表示，目前暂时无法度买，不过排除先甲东欧天然气个别国来制造寻求转供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5914个本土病例，103人死亡，中重症患者有125个人。另外，政人上界关心的就是这入境检疫，当时会当对这3+4改做是0+7的。指挥中心今日表示，若甲这入境检疫改做是0+7，这风险是有较悬，不过有机会针对着低风险区域，像婚姻期进前变做 PCR 采检。塞大包小包的行李伫同机场来来去去，为6月15入境检疫放定做3+4了后，人明显有较侪。国家养护机入境检疫3+4，什么时阵会当改做0+7？对这件代志，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坦白讲，即摆风险也是有较悬。目前来直接来更改到0+7，我们觉得还是稍微风险高了一点，我想还是需要持续观察。欧美现在大家也看到说，大概也都成长了20%以上，那主要是 BA.5。好，所以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整体国际疫情也是起起落落，目前指挥中心伫边境管制，也是要求入境旅客坐飞机的时阵，爱提供坐飞机进前48点钟的 PCR 阴性检验报告。虽然指挥中心认为入境检疫直接改做0+7风险较悬，不过目前当地讨论是不是取消低风险区域登机进前的 PCR。依照我们先前针对低风险国家的定义，它事实上那个时候是这个清零的时候所定的哦。比如说在近14日平均确诊病例数是小于10，或是近14日的100万人口平均确诊病例数小于1。那这个因为这是以前旧的，未来是不是还是用这个？当然还是个会再来考量。若是国内疫情，初5新增加35914例本土个案，其中有103例死亡个案，上少年的死亡比例是30多岁男性，中重症个案有125例，伫重症的部分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互人诊断是密斯氏，伫5月28捌确诊过，7月初1开始发烧、腹肚痛，7月初2会吐、活动力降低，隔天去急诊检查，血压偏低，发炎指数升悬等。怀疑是密斯氏收入去加护病房，接受的药物包括有免疫球蛋白跟类固醇等等，目前的病况是尚属稳定。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国内儿童重症拢总有84例，密斯氏有27例，死亡也是维持21例。若是外界伫关心莫德纳幼儿疫苗，指挥中心是讲，车人有45万份会到台湾，上紧21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和泰汽车测试下晡向代替子公司和泰产险发布重要信息，讲总经理孙瑞德已经辞职离开啊。外界也拢直咧要讲，敢是因为这防疫保险单赔伤过侪有牵连咧？是因为和泰产险卖75万张的防疫保险单出去，若准全部理赔，就要赔人56亿。和泰汽车发言人表示，到6月底，这防疫保险的理赔金已经赔偿人10亿啊。总经理会请示，甲这防疫保险单是无关系。和泰汽车测试下晡发布重大信息，不过公开说是和泰产险总经理异动。和泰产险去年因为违反金管会规范，被当罚1140万。去年1月才宣布特别乌曾随着担任和泰产险总经理，结果也未满，就闪电请辞。外界理由可能甲防疫险有关系。曾随着请辞7月14生效，是最近防疫险集团了后第一位落台的产险总组。之前提出来离职的。说他有个人的生涯规划，我们都尊重他的意愿。防疫险的部分的话，3个月来讲的话，大概是10来亿了。法人捌估算，若和泰产险75张保单全部理赔，恐吓创下天价冲到56亿，资本失足率会降到115%，恐吓面临净资的命运。已经有核准这个国泰世纪跟中信产险的增资申请，还有部分公司他们是分别在进行增资评估程序或者是内部的作业。金管会保险局表示，防疫险保单到7月初4已经核保件数超过435万张，理赔金额超过149亿。产险业前2年赚的可能是赔了了。除了启动史上上大规模现金增资以外，各有4间公司申请动用特别准备金。目前已经有4家产险公司向本会申请冲检重大事故特别准备金，那本会均已核准。国泰、兆丰、和泰跟新安东金。金额总计大约是44.47亿元。
若确诊新冠肺炎了后，自主感染防疫险向健部分几乎理赔。金管会表示，大部分的保单共这法定传染病几乎一摆违反，按过市面上有保单应综合申请理赔金，一切依照保单条款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影响到观光产业，也影响到客运的载客量。讲到这2年啊，真侪客运路线拢收起来。即摆疫情渐渐稳定啊，加上当日休热，观光局有一个国内旅游补助，公路总局和几路间客运业者也伫咧9月底进前咧推出半价优待，希望城人客来坐客运。虽然是礼拜二，暗过拄到休热，台南南营天文馆也是有袂少民众来，毋过人比起疫情前减真济。这也地区经过这个风景点的山坡行线，敢若剩假日才有开。疫情影响观光真大，影响的毋但是旅馆风景点，客运同款受影响。这2年不断有客运路线停开，真无简单。疫情转好，佮拄到休热的旺季，人客才慢慢转来。每班大概有多20-20个。哦，那蛮多的呢。因为那个疫情有舒缓了。为了抢救观光旅游产业，观光局有国民旅游补助，公路总局7月至9月也有推广电子票证买票半价优惠，希望旅客会较济。48条，提供半价优惠啊，这里面包括许多的一个热门景点的一个路线。有包括日月潭、溪头、阿里山、垦丁等等。以垦丁快线做例，今年4月到5月，因为疫情载客量降5成，不过这2礼拜已经有慢慢回升。准讲平常时也是有袂少游客规家伙出动，业者想准这个机会加度拍折，也敢有抽奖的优惠。因为我们这条线主要大概有2成的客人都是国外客，那现在就是目前先振兴国旅的部分，我们就先把这个好康的部分先给国人。那等到后面，假使说我开放国际呈现呢，国际的旅客回流，我们会有另外的促销。公路总局这届优惠除了有台湾好行这观光路线，也有部分县市的市区客运，不过到底是不是有帮助呢？民众看法无同。如果有很多的景点的话，能够一次走完当然是最好。班次并没有想象那么多，然后他去的点，比如说假设你要去雾台，那个班次可能1天1班或2班。你不可能坐那个车去的。公路总局表示，去年客运整体运量敢若剩差不多4成，今年搁较少。预估这届优惠至少会当互休热运量转来到今年初的水准，搁加上疫情转好，也甲政策有放令，公路总局对后续的运量也是有信心，也研究客运的疫后转型做法，会伫最近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维指控讲，要去选桃园市长的新竹市长林志坚，2008年7月硕士论文涉嫌抄德科管理局的期末报告书，批评林志坚违反学术伦理，涉嫌学术诈欺，爱主动来提出选举。不过林志坚表示，这已经是旧代志咯，见摆选举就互对手提出来抹黑，强调会提高来证明家己的清白。提出德科管理局委托办案的期末报告，对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内容有真大相同。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维批评林志坚违反学术伦理，爱主动宣布退选。国民党团也呼吁德科启动调查。几乎就原文照抄。最扯的是错字还一模一样。林志坚的论文是否有抄袭、违背学术伦理？是否有学术诈欺的问题？中华大学一定要做回应。按照这样的状况，林志坚应该被追回他的硕士学位。那国民党因为我要参选桃园市长，想要辅选张善政，炮制林志坚版的宇昌案企图毁掉我和相关的老师的声誉我觉得无法接受林志坚表达严正谴责，佮决定提告还击。另外，林志坚来中华大学论文指导教授何立雄、考试委员李友晶，甲共计会的研究教授欧明龙拢发声明小天，讲林志坚拢有参与研究执行。这样子做出来的文章，他如果有贡献心力，所谓的内容跟结论都是 OK 的。也不过林志坚2016年伫台大国发会所发表的论文，也互知情媒体人黄阳明积极抄袭。也不过林志坚指导教授、现任国安局长陈明通讲，林志坚是问讲设计者，只是看我毕业才互我改误解，抄吴正煌的论文，佮肯定林志坚论文较有原创性。不过，两人的论文
彼此存在是主题不同，研究对象也不同，结论不同，这是3个不同，天差地别啦。选举的起手式要把选举变成某位比赛，我想这样子是太 low 了。林定坚表示，相关质疑已经是旧新闻，绝对会堪你考验。中华大学是发声明，只要收到检举，将成立审计委员会进行审计调查，不过目前还未收到正式检举文件。记者综合报道。政治人物的学术论文呢，常常互人提出来做检视。亲像2020年代表国民党参选高雄市长补选的李美珍，伊的学术论文也标出来是共抄的，唔拿去互中山大学特效学位连这选举也宣输。另外，民进党的立委张廖万根的论文呢，也捌受到人质疑。有学者认为讲，互相亚康的选战，这学位论文是一个真好操作基地。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发生论文抄的争议，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郭志温的期刊论文也互质疑一国两道，涉及学术不伦，政治人物的论文一直出问题。2020年代表国民党参选高雄市长补选的高雄市议员李美珍，中山大学的学术论文会当讲几本抄，也互原作者提告。李美珍公开回释咧，学位也互撤销。我个人年轻时的不查，造成学术伦理的争议，放弃我中山大学在职硕士班的学位。李美珍当时照常参选高雄市长，以败选收场。民进党方面立委张廖万根学术论文也因为无注明是出伫什么所在，互质疑是抄的。监察院院长陈菊也有口试委员争议。总统蔡英文的学位真实性，伫连任竞选期间，佫较是几摆互讨论。学者分析，最近几年选战多数偏向负评选举，论文是较会互检验的项目。负面找材料来进行对手进行攻击。所以那个学位的问题呢，很自然的会，因为它是很容易被挑出毛病来。就你现在写，我花1分的力气，你放心，你的对手会花10分的力气看你的论文。邱兆祥表示，最近几年因为在职专班的流行，学位处理比以前较简单，论文也较会涉嫌抄的。即马拢有论文比对系统一查就知影，防控政治人物唔通讲白贼，若无唔拿对选情、对个人名誉拢是一大打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年底要进行县市首长的选举咯，新北市长侯友宜敢会继续来拼连任呢？有人认为讲呢，本地伊是想要来选2024年的总统，却因为新北市发生恩的事件，这个案件呢，伊来改变心意，想要来拼连任。侯友宜表示，只是想要好好替人民做代志。也若讲到民进党可能会叫前副总统陈建仁来选双北，互陈时中想要来退出。不过陈时中今日表示，本地就无宣布要参选，自然就无退出的问题。也若台北市长郭文哲是真挺黄珊珊，真该支持。比这年底高下选举，新北市长侯友宜一直无讲，敢是要竞选前瞻，也互解脱要直讲2024总统大会。也不过最近因为文案风波，冲击政治能量，改做偏向侯友宜连任市长，加竞争2024。其实我这一辈子心中只有一个剧本，就好好的为国家人民努力做事，认真拍拼。针对文案，新北市测试已经将就医过程调查报告送到药监指挥中心，由中央审核。另外，党中央8月提名竞选前瞻侯友宜表示尊重，也不过连夜双北布局也含入调伫遐。党内一直点名双北上强话题，前副总统陈建仁传出蔡总统属意陈建仁出战北市，但市长想要退出。本来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的宣布，当然就没有什么的退役嘛哈。那现在是把这个防疫的工作做好。现在民主时代也没有什么王子，其实我选过2次立委，我们都非常的贴近基层，了解民众的心声。重点不是办活动，是办活动的效益是什么？台北市对于商圈的发展，我想产发局这几年有目共睹。周万安补贴党内基层，天亮个王子的讲法，强调勤走基层，拍拼做代志。台北市长郭文哲市长公布学路黄珊珊有伊的优点，无伊的缺点，全力小听。民进党是预计初5再次召开选对会，讨论花东竞选，后一波无排除展开新北市长布局。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苗栗县长提名引起争议，一个拿赢其他县市的正副议长龙吉奇，宜兰县议长张东锦遭受不公平对待。今仔日做伙去到苗栗做该加油，呼吁党中央着来重视地方。也那台中市长选举目前也开始伫咧车拼咯，空气污染议题搁再提出来做讨论。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讲，伫咧台中咧会当看到玉山，证明这空污已经改善啦。不过，民进党的参选人蔡其昌也甲回应讲咧，进前着看有啊，免用话来骗民众。中国政府局长林义辉找过由新北市局长张金宏率领真济县市正副局长到苗栗县议会为张东锦加油，呼吁中央重视地方。国民党苗栗县长提名引起争议，中央原本属意立委施志前被拒绝，向上改定调谢福洪，和一个表态参选张东锦无法度接受。我是不希望脱党，我希望党有党的想法，他有什么方法可以调整策略。张东锦表示，要参选到底，佮批评党中央提名人选要进驻苗栗县党部，所无告知国民党回应会继续沟通。另外，台中选战佮聚焦空污议题，争取连任台中市长卢秀燕强调，今年顶半年的 PM2.5 比去年同期下降，而且比全国平均值较低。也佮讲到，即马为台中都看到玉山，暗过和民进党参选人蔡其昌来考试，林佳龙市长时代早就看得到。今年1月到6月。那我们的这个平均的 PM2.5那这个低于15微克，那平均是14.1微克。台中市的中火只占台中的污染源的8%，就算你这个8分拿满分了，还有92分你也没解决。主打改善空污所对手考试，卢秀燕面对媒体提问，还未听完就马上离开。选战愈来愈热，捧出政治牛肉不只是选战重点，也随时接受各界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7月初4早起日，美国国庆游行拄开始，伫芝加哥北边一个公园就发生枪杀案，上报有6个人死亡，超过36个人受伤。这22个凶手随即被警方抓起来。全部武装的警察徛伫车两边，进入枪击现场外口游行锁线，警方提枪枪，一间一间房间来搜查。美国7月初4国庆日这一天，芝加哥北边的高地公园国庆游行者都开始无偌久，就传出枪声。参加游行民众所翕的影片当中，因听到无偌远所在传来枪声。一开始民众叫嚣放烟火，了后开始民众逃出来，才知影发生枪击，大批警察也赶到现场。I remember hearing shootings and going like, that's and then reloading and then again, and people screaming and running. It was just really traumatizing and scary. It was just horrible. I went back. There was a few people shot on the ground, and there was a little boy that was in one of the police officers' arms, and that was the worst experience ever. 游行民众到伫现场，留落规街路的椅啊、红影车甲毯啊。伫现场的人讲，枪击发生的时阵，就亲像战场共款。警方研判，凶手应该是随机犯案，伫游行期间秘伫厝顶的窗啊，一个稳备佮保护枪决地点犯案，互街内警方无论为倒一个角度，拢无法度伤害伊。伫真济执法单位合作追捕之下，几点钟内就将22岁凶手克里莫杀死抓到案。What I can tell you at this moment was approximately 15 minutes ago. The subject that we were looking for, the person of interest, Robert Cremo III, was spotted by a North Chicago unit at Buckley and 41, his vehicle, the vehicle that we were looking for. 到初4为止，美国到即马已经发生308件大规模枪击案。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件枪击案感觉着惊，佮强调会甲枪击暴力奋战到底。公司新闻第非人评语。7月初4这天，美国的宾州费城也同款发生枪案，发生伫咧迄当时费城也当咧举办国庆活动，所以常常听到枪声，民众是惊甲四界乱走。目前这嫌犯是还未抓到。费城的市长也骂讲，美国是武器上介济国家，也是上无安全的所在。音乐会演啊，萨甲外国市川民众着叫到伫活动现场，到伫芝加哥爆发大规模枪击案了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也传出枪声。当地时间初4暗时，凶手攻击一场庆祝活动，地点就伫有名班杰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2名员警不幸受伤。
They were working security details on the parkway, just before the fireworks went off. Officers didn't hear any shots or any rounds being fired. 调查环境送医了，已经无啥物要紧，不过凶手依然在逃，身份甲动机依然无清楚。费城市长是呼吁美国需要搁较积极管制枪击。This is a gun country. It's crazy. We're the most armed country in world history, and we're one of the least safest. 连续发生枪击案，互美国国情变调。总统拜登表示，虽然枪击安全法已经有真大突破，不过还阁无够，伊会甲枪击流行病对抗到底。You all heard what happened. You all heard what happened today. But each day we're reminded there's nothing guaranteed about our democracy. 伊了参加庆祝活动时阵，也为芝加哥步行古海民众默哀。根据美国枪击暴力档案网站统计，全美国每年有4万人死伫枪击，包含自杀甲他杀。公司新闻7万人病疫。讲到这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到达已经超过4个外过了，一半以上的顿巴斯地区受到罗西亚军队控制。因为总统普京找4个在下令，这国防部长就要继续拍乌克兰其他地区。另外，乌克兰总理伫咧瑞士的乌克兰中建会议顶头，提议这乌克兰的城市中建经费应该爱对罗西亚给予各国没收，或者是编起来资金当中提美金7500亿出来。41个国家代表甲19个国际组织测试超过2天，伫瑞士第3大金融都市卢加诺开乌克兰中建会议，为战后的中建计划规划路线图。乌克兰总理舍米加尔伫第一届议程指出，战争所带来直接基础建设损失超过1000亿美金，也有1200多间学校、200多间病院、数千公里的水电加速管线、公路甲铁轨路拢毁掉。估算中建的总经费会有7500亿美金。这么多钱要为倒来呢？史密加尔提议为各国没收甲冻结的俄国寡头资产来下手。Хто має заплатити за план відновлення, який вже зараз оцінюється в 750 мільярдів доларів? Ми вважаємо, що ключовим джерелом відновлення мають бути конфісковані активи Росії та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лігархів. Російська влада розв'язала цю криваву війну, вони спричинили ці масштабні руйнування і вони мають понести за це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Заморожені активи Росії за різними оцінками складають від 300 до 500 мільярдів доларів. Частина країн вже почали процеси не просто заморожування, але і конфіскації цих активів.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呼吁俄指出战后，美国对欧洲的援助成为中建乌克兰的新马歇尔计划。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莱恩伫议场指出，俄国是要破坏乌克兰存在，不过伊言为战会当中起来，加做一个更加强大、更加现代国家。另外，俄乌战争即马已经超过4个月，俄军推三为东部的利辛斯克撤离了后，卢甘斯克也就是大半的顿巴斯地区落入俄军的掌握。俄罗斯总统普京甲国防部长绍伊古测试面对面举行电视会议，一方面宣告卢甘斯克战会胜利，另外一方面要加大攻势，攻向其他的地区。Мы должны выполнять свои задачи по ранее утвержденным планам, по единому замыслу. И надеюсь, что все будет на 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происходить так же, как и на Луганском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最近有风声讲，这天主教教宗彭这个伊的健康出问题，甚至有掉感的消息。教宗初次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强调家己无掉感，也无想要辞掉这职务，甚至佫讲希望到过时阵会当去到罗西亚甲乌克兰协调这战火收煞问题。关亚图的笑稳稳教宗方济各行入会客室，面对来迎接记者的问候，深色的回应。今年85岁的教宗方济各初二伫梵蒂冈官邸接受路透社独家专访，甲记者讲90分钟，针对传讲伊伫去年7月因为大肠憩室炎切除部分大肠的时阵，互人发现治疗癌症。教宗讲这是无影无迹的代志。A me non l'hanno detto. A me non me l'hanno detto, ma hanno spiegato bene, punto, no?
Sono le chiacchiere dei corti queste, le chiacchiere dei corti. 教宗进前宣布8月底计划包括召开全球趣味会议，选出新书记，讨论新版的宗座宪章，佮计划访问意大利中部古城拉奎拉。外界伫邀伊的学兼任教宗本笃16世死掉即位，对这代志教宗否认。Tutte queste coincidenze hanno fatto pensare che forse sarà la stessa liturgia, no? Ma a me non entrava in testa, no? Questo non mai è passato in testa. Per il momento no. 不过教宗声明，若做健康无好，无法度履行职务，可能会辞职。互人问起到是毋是最近这几年，甚至几个月来，伊是回应讲，阮毋知影。天主会的决定，教宗是讲伊进前因为骹筋发炎的情况下，大无在。地主正边骹头有小可骨折，经过镭射治疗，已经治疗好啊。会伫月底去加拿大访问，所以希望9月会当去莫斯科甲基辅访问。伊一再表示愿意做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情人，早一日停战。公司新闻王雅芳编译。讲到意大利最近当咧靠受风，一寡地区已经连续几个礼拜拢无落雨了，农业受到真大影响。当地政府8日宣布北部5大区域进入到紧急状态，而且投入欧元3000多亿，要来解决水资源欠缺问题。另外，伫美国全美国上界大的胡佛水坝，也因为可化这水位一直咧降，若准无水食，就无法度发电。原本拢是河水地区出现大片沙洲，沙地顶悬也可能看到大石鱼啊。意大利上长的河流波河因为苦化，面临水位一直下降的危机。Allora, io sono 35 anni che faccio l'agricoltore, una situazione così non l'ho mai vissuta. 波河是意大利农业用水重要来源之一，因为雨量不够，山区积水也不够，样式就较少，结果互农业用的灌溉用水欠缺。Praticamente non piovendo la portata del fiume Po si è abbassata notevolmente e quindi non è sufficiente per contrastare la risalita dell'acqua di mare dentro il fiume. E questo comporta appunto che nei nostri fossi abbiamo l'acqua di mare, quindi acqua salata e non idonea all'irrigazione. 当地农业组织指出，意大利拄到70年来上严重的苦化，30%以上农业生产受影响。为解决危机，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7日宣布，波河经过伦巴第在内5个大区进入紧急状态。地方政府有必要应对家庭或者是企业限水，同时投入3650万欧元，解决欠水的问题。另外，美国西部被列为土木工程奇迹，全美国上大的胡河水坝形成的美丽河，也因为苦化，水位每礼拜1英尺的速度一直下降，即卖水位存无到1050英尺。At elevation 950 feet above sea level, Hoover Dam can no longer produce hydropower. We depend on the snowpack in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we haven't had over average snowpack in the Rocky Mountains for over 22 years. 美丽河水源挖靠科罗拉多河，科罗拉多河水量佮挖靠洛杉矶山脉积水。不过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落雨变少、气温欠悬，积水严重不够，河水量也减少。工程人员指出，要采取行动减缓暖化，佮对水资源进行适当分配。若无等到美丽河水位升过价，无法度供电或者是供水，会有数十万家庭受影响。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代表台湾出战 LLB 亚太区少棒锦标赛的台北市福林国小少棒队，伫咧冠军赛甲一个南韩队拍败，摕到亚太区的代表权。今下晡将选手凯旋回来，受到众人热烈欢迎。也因为疫情期间，规个团队对一份到出国比赛拢无登去处理，时间已经9个月无看到爸爸妈妈咯。所以来8月会去到美国，只也是等7年后，搁再拍入去威廉波特，期待伫咧8月17会当拼到冠军。大日国门向镜头下手，台北市福林国小少棒队选手将奖牌拿冠军，好心情参袂掉凯旋回国。毋但机场人员拍破欢迎，家长搁较是用热情欢呼迎接少棒小英雄。福林少棒队代表台湾出战 LLB 亚太区少棒锦标赛赛事，甲地主南韩队争冠军，以1-0拍败强敌摕冠军。就只是一场比赛，跟在台湾的时候一样就好，所以我就照这样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心情。目标就是每一场把球打好，然后平常心拿到冠军。
选手以平常心面对，不过其实在一路行来是真无简单，因为伫首战对上韩国，就以1-2败阵。不过福林高手扛下一条压力，伫败部连续拍败纽西兰、关岛甲菲律宾了后，拢伫冠军赛再次对越南韩队最后胜利。伫台湾的家长，佫确实替囡仔感觉骄傲。为他感到骄傲，就是因为在这么高张力的比赛之下，他能够那么沉稳。也很庆幸他们这次台湾都很平安，去比赛都很平安。那这是我们最大的期望。受到疫情影响，为这份到出国比赛，全队采取类似专案模式，远期计1个月会家长总算看到囡仔功成归国。这摆代表台湾出战，球队总教练也表示，针对南韩队有特别事战争所，分析对手作战特性，也毋过胜利关键依然是靠球员的拍拼。我们8月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所有队员都能够享受这一趟威廉波特之行。这也是继7年了，台湾的代表队再次出伫亚太区代表权。福林高手少棒队刷落来8月17，特别带领台湾重返美国威廉波特殿堂，出战 LLB 世界少棒锦标赛，国美摕冠军，继续为国争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食酒了后是袂当骑这电动自行车。最近警方就抓到真侪层食酒了后骑电动车的案例，是因为这电动自行车也算是有动力的交通工具。那准这酒测超过0.25毫克，共款是犯着公共危险罪。警方伫民权大桥拿查汽车驾驶进行酒测，发现伊涉嫌酒后塞车。跟您说是公共危险。驾驶酒测达0.7，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毋过除了汽车袂用酒后塞车以外，其实电动脚踏车同款要规范。这个没有再测第2次的。车由来汉去，细条技术骑电动脚踏车经过新北市设置和关警查来，酒测达超过标准，因为酒后上路依法上班。酒测值达0.75毫克，全案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法办。饮酒了后，误会用电动脚踏车大部分规避行政，安尼都唔对啊！因为电动脚踏车归类在动力交通工具，骑时阵酒测达超过0.25，共款触犯公共危险罪。那古早酒测也比较慢车规定。另外，伫10月，立法院3读通过道交条例条文修正，各种罚金已经提高到4000倍。它毕竟是一个会动的东西，有没有？在路上，随时也是有危险性。不行啊，因为太危险了，没有声音也太危险。今仔是新北市警方处理酒后塞车，台北市去年就3400多件申报，4200多件甲电动脚踏车有关系，分别占37甲179件。今年1到6月，台北市将近2000件酒后塞车当中，电动脚踏车占24件，新北市2400多件占134件。虽然比例拢无悬，不过依然有民众立到法律红线。一般的行为人他会觉得忽略了这一部分，因为电动自行车它是慢车，它还是会被处罚的规范。一般的民众都会忽略这一点。不只是电动脚踏车，一般的脚踏车虽然酒后骑就算无刑责，也是面临行政裁罚。建议民众若是啉酒，就唔通去赛车或者是骑车，才袂犯法。记者综合报道。对于 Super Idol 出来歌手朱丽晶，因为灵感伫40岁时阵来过身。事实上，这灵感是国内女性感情发生率的第1名，45岁到69岁发病人上介济。不过，医生也发现讲，国内灵感患者有少年化的趋势，建议30岁以上就要安排定期检查，量早发现，才会当提早治疗。受甲灵癌对抗病痛，超53种冠军名号出道的歌手朱丽晶，去年发行专辑《来日方长》，也是对家己40岁望。不过，伊坚强面对病魔2年外，初3过身，享年40岁，也好真侪歌迷感觉唔甘。刚开始知道生病的时候，也是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不健康哈。
另癌是台湾女性得到癌症种类当中的第一位，发现高峰差不多伫45岁到69岁。啊，毋过有医师指出，国内另癌患者已经年轻化，高油高糖，初经11岁进前，或者是毋捌生囡仔，甲35岁以后才生第一胎，拢是危险因子。建议民众30岁以上，甚至初经来了后，都应安排检查。出经之后的小女生，她其实在乳房的发育过程中，容易长一些良性的肿瘤，常常来的时候突然间已经很大颗了，超过3公分、5公分，比较不会是癌症，但是 anyway， 反正还是要小心。即摆零癌治疗方式已经真好，上重要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若是零期零癌，5年存活率延续90成以上。死亡率提高很多的话，我觉得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太晚发现，发现的时候可能淋巴都已经转移了。 那相对起来，我们就会觉得，就是可能你的身体里面可能有一些潜藏的癌细胞了。那当然，你的复发几率就会比较高一点。医师提醒一般人家己做淋巴自我检查，可能较歹发现，所以一定要定期做淋巴癌检查。另外，若是有规律运动，也可能降低30%到40%得到癌症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60岁马拉松选手吴景斌和其他2位选手做伙完成用马拉松的方式走台湾一日。昨因登到台中全程1100公里，真侪民众替因加油，而且因也打算讲，伫明年要搁再走一届。 伫走的吴景斌这群人看起来真欢喜，且是即天伫台中大坑车路走，对因来讲意义重大。因为23天前，因就是为这个所在出发，用走马拉松的方式驶台湾一日。来挥挥手，回到我们台中啦！ 这位工仔因伫大日头骹走，敢若靠家己双骹。吴景斌拍甲皮肤真乌，敢若穿袜仔7站才有较白。虽然即摆已经60岁啊，毋过伊甲2个真爱走的朋友，为顶个月12开始驶台湾一日。这个旅程中拢爱靠家己补给，也甲盘行李，嘛都爱学习甲家己的身躯合作。那也会遇到肿胀，都会。好，那你要跟他共存啊。好，不要硬着跟他对干，放慢速度。好，一步一步完成每天的一个行程。已经并讲过程中3人互相鼓励，用家己适合的速度走。逐天温度拢真悬，伫走23天累积1100公里，也搁打遍台湾本岛4个极点。虽然3个人脚拢碰趴，也是抹袂掉因的意志。这原来互年纪比因较少岁人拢真敬重。 这是个荣耀，你以后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看，说看到没？是你环岛，你开车、骑摩托车、骑脚车、跑步，我跑步环岛，你看。已经并讲49岁迄年原本体重100外，因为健康的因素开始练走，即摆已经走11年啊。伊讲只要体力会使，希望会当走到70岁以上，也要用无同角度来感受台湾这块土地。记者综合报道。 已经起码10年的高雄港步旅运中心呢，今年8月就要完工啊。不过台湾当时才会当开放邮轮入来的，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邮轮甲边境是同时间开放，希望开放了后来台湾的邮轮数量会当比疫情进前的600只较侪。 高雄港步旅运中心造型特殊的建筑物，已经成做港边的新地标。3D 曲面的帷幕也增加施工的困难。经过10冬，总算要伫今年8月完工，分配开放。遐个有迄个施工车袂拆，7月会拆掉，8月会全部完工，然后呢，教保中心到时阵8月会交付营运。 初五交通部长王国材视察旅运中心的进度，伊认为疫情过后，目前全世界国境开放，旅运中心完工的时机真好。只不过台湾国境当时要全面开放，要是爱看指挥中心的决定。邮轮的开放也是跟我们的国际开放要同步了哈，所以这个就等指挥中心对于整个疫情的判断哈。过去疫情前大概有600艘，我们是希望。 当时估是会往700艘、800艘来走哈，那就看这个疫情的发展。那我们希望说，在比疫情前还更高。高雄旅运中心有15站楼悬，地下2站，会使停靠20个万吨的大型邮轮。毋但提供旅客出入，嘛有免税商店甲餐厅。港务公司表示，已经有邮轮业者来拒接，希望明年初就会当启航。记者陈家文来为做高雄报道。
嘉义县政府辅导在地养殖业者甲加工业者来申请最佳水产养殖规范 BAP 的国际验证。目前全台湾敢若9间业者申请通过，其中嘉义县就占6间去啊。徛伫会柜头前来翕相，5间养殖业者甲1间加工业者，因为通过水产养殖的 BAP 国际验证，准备要甲百活动的冷冻5过200片卖去加拿大。我们希望这些认证呢，可以来加强，让渔民的鱼呢更好可以销到国外去。BAP 的认证现在目前就是跟所谓的加工厂这一边通路商那合作，那也可以提前获取订单，预知今年要放养的一个放养量。嘉义县农业处表示 ，BAP 国际验证为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甲动物健康福利拢有要求，是国际知名的水产品验证。今嘛有养殖户甲加工业者通过验证，相信唔但会提升在地养殖环境，嘛增加国际市场对台湾养殖产品的信心。BAP 的国际验证总共有180几项的关卡，那每个关卡稽核员都会仔细的审核，那当然会有一些缺点，那我们就努力改进。然后一次就把它完成。就水产贸易的这个方向来看哈，因为台湾的水产本来就是一个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基地，那我们也希望经由这样的一个认验证，拿到世界这样的一个门票。嘉义县的水产一年产量超过5万吨，产值大约有45亿，规模排全国第2。业者讲，这届加强101吨的冷冻鱼片准备出货，希望未来会当有更较侪养殖户加入，带动嘉义县水产外销的发展。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根据民间食物银行的统计，这弱势却无符合政府补助族群，逐个月平均收入是1.1块，开销却爱到23000块。即阵食物银行甲便利超商合作推出这救济餐领用计划，希望会当甲温暖送到5000块的家庭去。有时阵拄啊咧烦恼明天米无够啊，物资来了，就欢喜个。烦恼后一顿伫咧倒位是袂少社会变恩户的心声，疫情还未结束，物价指数佮创新高，互变恩户变更较弱势。根据民间食物银行2021年的统计，变恩户逐个月平均收入11491块，平均逐个月开销爱23000块，超支12000块，比2019年的数字要严重。食物银行即阵是第5年找便利超商合作，塞300块的救助餐。提供油、米、罐头，希望后边恩户有3顿饱。我先生早就过世了，2、3个小孩是我就有时候去捡回收的啊。假如有50块还是几块，我就是一家人出。阮送食物包去哈，我听遮个个案拢甲我讲得到恁的食物包，我即摆会当去看病啊！一个食物包差不多是大3000块。救助协会表示，受助的案件1/3拢是65岁以上的时代，其中有一半拢失灵，以偏向花莲甲台东独居的长辈上多，家庭部分有超过60%拢是单亲。无就是阿公阿嬷孤一人带孙的，以台北家人依然比例上悬。民团希望1年内会当募到6万套救助餐，甲温暖送到5000户有需要的家庭。记者阿敏金丹保罗台北报道。伫咧巴西圣保罗有一个查甫人，疫情期间伫厝里办公，伊所想讲伫咧厝内面，若准甲变做是鸟仔的天堂，毋知是啥款嘞？提供一寡食食，刷吸引真侪鸟仔来到遮，因兜煞变做是一个观光景点。小菜咸的用菇，食酸鸭加木瓜，食较真有滋味。厝边的厝主也咧为因准备好食的食物。毋但安尼，食饱了后，鸟仔也阁会当伫年纪卡专门为因设计的游乐设施，像海棠树甲爬楼梯会当耍。这是位伫巴西圣保罗真特殊的蛟龙园，是麦克西莫所打造的。E trabalhando aqui na rua, na frente da minha casa, eu pude perceber uma grande quantidade de pássaros, que inclusive estão aqui agora. E aí eu resolvi do nada fazer uma casinha de passarinho para quem sabe, né, agradar eles um pouquinho. 53岁麦克西莫伫疫情期间失业了后，开始伫网络白卡区另外找生路，逐工顶着笔电之外，看天顶飞过鸟仔是伊有文生活中的娱乐。后来，伊突然想要为这鸟仔起一间厝，所以这个蛟龙园就哪来哪闹热。
麦克西莫也真快乐。Eu acordo cedo todos os dias. Na verdade, quando eu não acordo cedo, os meus amiguinhos vão lá me acordar, ficam fazendo barulho lá até que eu venha colocar comida para eles. 这个蛟龙园即马伫圣保罗市变甲是土人灾，真侪人特别走来欣赏。加做当地另类景点，麦克西莫是心满意足的讲，伊无啥物要求，甲鸟仔同齐都是伊所想要爱的世界。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5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在咧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